3、2、1 ，Cheers！我哋今屆嘅主題係閃耀前行，續寫新章 ，Grow and Grow Forward， 係代表咗商會對咗業界美好祝願同埋承諾。面對住 AI 等創新科技帶嚟嘅新浪潮，我哋喺度同大家共同探索機遇，回應 AI 帶嚟嘅新挑戰。願我哋一齊開創新局，喺變革中發光，下一個10年做得更成功。喺呢個10週年嘅里程碑，亦容許我喺度衷心感謝歷屆嘅評委、支持機構、媒體夥伴，以及多年來並肩同行嘅傳媒朋友。正因為你哋嘅信任，大獎得以持續發展，成為香港傳媒界具高度認受性嘅獎項。頒獎晚宴慢慢成為每年度政府、學界、傳媒、企業期待嘅共聚交流嘅平台。我好相信促進跨界別交流同埋合作先至能夠加速進步、加速轉型。轉型係一個持久戰，祝願大家轉型成功、轉型愉快。我哋會同大家繼續同行、緊密合作，開創新時代新機遇。我衷心祝賀各個得獎嘅機構，亦都樂見香港互動事務商會過去接近頭先講啦20多年嘅致力搭建一個跨業界嘅平台，匯聚咗傳媒、科技同埋市場營銷領域嘅專家，共同創造同埋推動行業嘅創新。希望各位喺新一年繼續秉承呢一個創新精神，閃耀同行。我都祝願香港互動事務商會會務蒸蒸日上，凝聚業界嘅力量，連結創意同埋科技，為香港嘅數字經濟發展注入動力。多謝大家。